各位同學大家好啊！我係黃海星中文團隊嘅助教黃星潮，今年會由我嚟教授大家初中嘅課程。今年初中嘅課程會分為兩個重點，第一個重點係作文，第二個重點係文言文。喺作文方面，同學係咪成日見到條題目之後唔知要作咩？又或者寫完篇文章之後，發現自己嘅文章非常之累贅，啲內容重複又重複，又或者寫完之後發覺自己嘅句子非常之唔通順？我哋呢個課程嘅重點正係針對同學呢方面嘅弱點。我哋除咗會教授大家一啲嘅基本語法概念之外，我哋仲會有一啲嘅獨門寫作秘技，令到大家可以喺下次見到寫作題目嗰陣時能夠得心應手。至於喺文言文方面，同學係咪聽到文言文3隻字就已經好驚呢？因為你完全睇唔明啲字，仲有你更加完全唔明佢嘅意思，然之後你就會慨嘆文言文冇得溫啊！但我同大家講，文言文其實係有得溫㗎。我哋喺課程裏邊，除咗會教授大家一啲嘅文言基本字詞之外，我哋仲會傳授大家一套嘅文言秘笈。當你讀完之後，你就會發覺文言文原來冇難度。好啦，今日講到呢度先，期望上堂見到大家。